主后2026年5月2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黑暗中的一束束光丝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路得记》第1章第1节到22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路得记》第1章。士师伫咧以色列的时代，犹大地发生饥荒，有一个人带伊的某甲2个囝，对犹大的伯利恒搬去摩押。这人名叫做以利米勒，伊的某名叫做拿俄米，2个囝名叫做马伦甲基连。因是犹大的伯利恒出身的以法他人，因到摩押地就住伫遐。拿俄米的丈夫以利加勒死去，放伊甲2个囝。迄2个囝带摩押女子做某，一个叫做哥尼巴，另外一个叫做路得。因住伫遐约10年久了后，马伦甲基连2个人嘛死去，剩拿俄米家己一个人，无翁嘛无囝通靠。拿俄米还伫摩押的时，听到上主眷顾伊的子民，互因好收成，就甲伊的新妇离开摩押地，要倒去伯利恒。伊就对伊住的所在出发，要倒去犹大地，2个新妇缀伊去。伫路中，拿俄米对2个新妇讲：“恁转去家己的外家，愿上主施恩互恁，亲像恁有好款待死去的人甲我相款。愿上主赐福恁，互恁2个找到新的对象，有好的归宿。”伊就甲因斟，甲因3时，因大声吼，对伊讲：“阮一定要甲你转去恁的人遐。”拿俄米讲：“查某囝，着转去，是安怎要缀我？我减会阁生囝互恁做翁。查某囝，着转去，去啦！我已经老，袂当阁嫁翁。我若还有盼望，今暝有丈夫阁生囝，恁减会当等因大汉，无去嫁别人。查某囝，莫啦！我比恁较歹命，因为上主伸手攻击我。”因阁大声吼，乌尼巴就甲伊的大家斟，甲伊3时。毋过路得放袂离大家。拿俄米就讲：“你看，恁阿嫂已经转去因的亲族甲因的神明遐，你嘛通缀伊转去。”路得因讲：“毋通逼我放杀你，离开你倒去。你去倒位，我嘛要去；你住倒位，我嘛要住遐。你的亲族就是我的亲族，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。你死伫倒位，我嘛要死伫遐，葬伫遐。只有死会互你甲我分开，若无，愿上主加倍责罚我。”拿俄米看路得坚决要缀伊，就无阁讲甚物。因2人就继续行，来到伯利恒。到伯利恒的时，全城为着因扰动，正妇女讲：“这人敢真正是拿俄米？”伊甲因讲：“毋通叫我拿俄米，着叫我玛拉，因为全能者互我受大苦难。我满满出去，上主互我空空倒来。是安怎叫我拿俄米？上主苦楚我，全能者互我受患难。这
就是拿俄米甲伊个摩押新妇路德对摩押地转来的经过。因伫开始收割大麦的时，来到伯利恒。黑暗中的一丝丝仔光丝。路德记是真侪基督徒熟悉的册卷，讲述一对无共民族的大家新妇安怎伫生活陷入绝境的时，彼此陪伴扶持，重新找回生命的动力甲愿望。咱常常同情故事主人翁所遭遇的苦楚，却忽略经文所暗示，困境的源头是以利米勒和拿俄米夫妇家己做的决定。经文一开始的背景是接续士师记最后一句话：迄时以色列人无王，逐个人拢照伊看做对的去做。人依傍上帝的命令，导致有米粮仓库美名的伯利恒陷入饥荒危机。以利米勒夫妇照家己的意爱做代志，决定变卖祖产，远离故乡，到摩押地追找新生活。特别的是，摩押族捌伫摩西时代甲以色列人结下亲仇大恨，导致上帝禁止摩押人成做上帝的子民。但是，这对夫妇却选择加入摩押族，互两个囝带摩押女子踮遐定居。这搁较凸显因无看重上帝的态度。人选不如天选，厝内3位查甫人先后过身，而且囝儿伫结婚后也拢无生囝，使得10年来所有努力全部去水流。拿俄米对移民之初的期待，一步一步陷入深沉的痛苦。伊决定放弃伫摩押累积的一切，倒转去伯利恒，因为伊听到上主眷顾伊的子民，互因好收成。拿俄米倒转去到故乡，向亲友阿姨切讲：我满满出去，上主互我空空倒来，是安怎叫我拿俄米？上主苦楚我，全能者互我受患难。伊将苦难全怪罪互上帝，一丝仔也无承认家己离弃应允之地的错误。伊和以利米勒伫故乡上艰难的时阵选择离开，带着满满的财富去到迄互看做是自私和乱伦的国度。相信靠家己会当打造新家园，却经历严重挫折。现在故乡因着上帝施恩再次兴旺，伊却亲像业尾的鸟鼠仔共款转来，搁埋怨上帝。这个控诉的话敢有道理？总是上帝并无因为拿俄米的埋怨处罚伊，就算拿俄米被苦痛淹没，想要将身躯边所有人杀开，上帝犹原借着新妇路德，互伊感受到悲哀。尤其路德伫丈夫死后，婚约的关系照理已经结束，但是伊犹原坚持和大家生死相依。这种真实的疼，为拿俄米生命的黑暗带来一丝仔微光。这种疼，拄好是上帝对伊子民的信息甲慈爱。就算人遗忘伊的应允，蔑视伊的心意，远离伊的膀臂，甚至咒骂伊，上帝犹原信守永恒不变的疼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检测咱捌伫期待的痛苦中
看袂见上帝信实的慈爱，比如讲着癌症意外丧失亲友，或是遭受重大挫折，即种痛苦非常真实，却丝毫袂动摇上帝对咱的疼。假使咱深陷黑暗中，愿咱借着身躯边亲友的关心，犹原会当感受到上帝一直对咱深深的疼。默想，上帝信实的慈爱亲像微光，伫苦难中无啥容易发现。试想家己身躯边有倒一寡人不离不弃，伫陪伴鼓励我。上帝信实的慈爱亲像微光，伫苦难中虽然无容易发现。试想家己身躯边有倒一寡人不离不弃，伫陪伴鼓励我。咱来祈祷，主上帝，你的疼超出我的想象。当我深陷痛苦的时，求主的光照着一切显明出来，扶持我行过黑暗。奉主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